甲咱台湾囡仔讲母语，作者丁凤珍。我听因两个囡仔台语讲甲这么好，实在真欢喜。阮朋友喙笑目笑，安尼甲阮讲。迄当阵，阮查某囝甲后生因两人当地用台语开讲。因为阮囝拢用台语在开讲，所以阮并无感觉特别。毋过，其他的台湾人若是听到，定定拢会感觉甲的心情也是好闲。阁有一摆，阮去买衫，店小姐听到因两个囡仔用台语讨论要买倒一领衫，竟然欢喜甲总去甲同事讲。你紧来听，因的台语讲甲真好呢。阮囝袂输是外星人迄款，不三时拢会互台湾人当作是真稀罕的生物在欣赏，也是讨论。讲遐尼长，大家可能叫是我这个做人老母的在颠簸。事实是，阮煞感觉真爱比，因为咱的母语已经剩无几个台湾囡仔会主动去使用啊。等到阮孙迄运，咱的母语会落撇到啥款的地步咧？初当时，咱的父母真简单，就甲母语传互咱，所以若是要问，阮兜是安怎会当互囡仔台语讲甲这么自然？其实无撇步，就是开喙甲囡仔讲台语，鼓励囡仔用台语讲话。若讲有较特别的，可能是阮囝会晓读写台语罗马字这项能力。自国小1年仔，阮就教查某囝认捌台语罗马字，伊有才调用罗马字写台语文，嘛负责教因小弟罗马字。因国小拢捌参加学校的客语社团，嘛有代表学校去参加台中市语文比赛的客语朗读，也是演讲。因为因的客语老师真贤教，所以因敢开嘴讲客语。后来，阮母仔囝阁去参加行政院客委会主办的客家语言能力认证，因即马已经通过中级啊。因为会晓罗马字，毋但互阮囝学客语加进利便，也帮助因学英语。因国小拢捌代表学校去参加阿岛市全国英语评字比赛，拢有得奖。咱大人定定想济，要学新的物件就加真困难。囡仔真单纯，学习能力阁强，只要互伊自然的母语学习环境就好。咱台湾囡仔若是会晓母语，世界就会搁较开阔，搁较深色，搁较温柔。遮尔好康的代志，咱就爱牵手斗阵来拍拼才对。